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丹津丹蛋儿。新的一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吉祥如意，福慧增长，新年快乐。Thank 구 감상 남로 쌀들 셰비 가든라 지초 대자당 남미 참튼 내매 체리 지삼hun기 주비 자시 문든 자매쇼 Thank 로살라 자시 델레. In this new Lunar New Year,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 very prosperous year, healthy, rewarding, and fulfilling. Happy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nd Happy Tibetan New Year Losar. สวัสดีปีใหม่ที่8และสุขสันต์วันตรุษจีนนะครับขอให้ทุกท่านมีแต่ความสุขความเจริญสุข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แข็งแรงอายุยืนยาวสุขสมหวังในทุกสิ่งดีนะครับ很高兴今年收到了很多张新年贺卡，非常感谢甘南寺北顶僧院图书馆、噶典讲册贝兹康，以及甘南寺北顶文思宝珠学校、噶典讲册推生努力后照，以及我的康参、噶典讲册多拉康参，还有康参的尼尔巴，以及噶典讲册塞公康参送来精美的新年贺卡。这一期我们要来学用藏语说吉祥话，跟人家贺年。影片一开始我有讲了一段新春贺词，里面有很多句的吉祥话，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Namlo sardu shebi gadula。Namlo 呢是年的敬语 ，sardu sheba 或者 sar 些指的是新展开 ，sar 呢是新。斜把呢是展开、盛开、绽放的意思。嘎顿呢是宴会、庆典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一起庆祝。那诺萨杜谢比嘎顿啦，就是在新展开的一年这个节庆里。基错得加党是指社会安定，基错呢是社会，得加呢是安定、安稳，党呢是和。所以基错得加是指社会安定，囊密참吞是指家庭和谐，囊密呢是自家人的意思，참吞是指和睦、和乐融融，囊密참吞就是家庭和谐。내매 체링是指无病长寿，내呢是疾病，没是没有。내매就是无疾无病，체是寿命，ring是长，체링就是长寿，내매 체링就是无病长寿、长寿健康的意思。지삼훈기主把是心想事成，지是什么？三呢是想。hungi 主把就是任运而成，不用辛劳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成功达成的意思，所以基三 hungi 主把就是心想事成。扎西我们学过的是吉祥，门顿呢是祈愿希求的意思，长妹是无数，学呢是我们向对方讲，向对方道贺，所以남로 사두 시비 가둘라基错得加党，囊密참吞，내매 체링，지삼 hun기主比，扎西门敦长妹数。这一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新展开的一年这个庆典里，祝福社会安定、家庭和谐，
无病长寿、心想事成，献上无量无数的祝福的意思。那见面要拜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罗萨拉扎西德勒，罗萨拉扎西德勒。我们再来念一次，南洛萨杜谢比嘎敦拉，基错德加达，南米참吞내매 체리 지삼 흔기 주비 자시 문든 장매 슈 남로 살둘 셰비 가둘라 지초 대자당 남미 참吞내매 체리 지삼 흔기 주비 자시 문든长妹数，或者我们可以说罗萨拉扎西德勒，罗萨拉扎西德勒。过年的祈愿文有很多种，其中有3句呢非常的常用，在很多新年的歌曲里面呢也常常会出现。像刚才我们在欣赏新年贺卡时，背景歌曲里面的歌词就是这3句。자시 델레 흔송 촉 에마 바조 구캄사 덴두 대와 토바 쇼크。 第一句 자시 델레 我们学过是吉祥乐好的意思。흔송 촉 흔 촉指的是丰富圆满，所以 자시 델레 흔송 촉是指祈愿吉祥乐好丰富圆满。Emma 呢是惊叹词，表达惊叹的语气有一点类似我们的哇哦、哎呦这是我们看到很惊奇的事物所发出的惊叹词。把着指的是仪容端庄、沉稳、庄重的意思，就是看起来福气满满的。Gukam 是指身体好、身体健康。Gukam 是身体的敬语，桑是良善、良好。所以 Gukam 是指身体好、身体健康，所以 Emma 把着 Gukam 指的是祈愿仪态端庄，看起来福气满满，也祈愿身体健康、身体好。Dendu dewa toba show， Dendu dewa 是指就近安乐，这边指的是福果位的意思。Toba 是获得 ，Shok 字面上是来。这边指的是祈愿，所以 Dendu dewa toba show 指的是祈愿获得就近安乐，祈愿获得佛果位的意思。Jashi dele hunson chok Emma 把着 Gukam Dendu dewa toba show Jashi dele hunson chok Emma 把着 Gukam Dendu dewa toba show 자시 dele punson toba show Ama bajo tungkam sawa show Dendu dewa toba show 자시 dele punson toba so ama bajo tungkam sawa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春特辑，谢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新春假期，我们下一集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罗萨拉扎西德勒。